今期要推介嘅係改善型嘅聯排別墅，總戶數119戶，低密度，容積率2.0，綠化率36%，西班牙洪雅建築風格。別墅全部帶有地下室同埋私家花園，贈送多，實際嘅使用率非常之高。今日嚟到中山西區澳園，同大家介紹一套正在裝修緊嘅別墅，就係我右手邊呢套啊。地上3層，地下1層，一共有4層。佢係屬於聯排別墅當中嘅單邊位。我哋可以睇到呢一排別墅嚟講咧，基本上嗰個入住率咧可以去到100%咁滯噶啦，所以人氣咧非常之足。入邊咩情況咧？我哋馬上去睇睇佢。咁我哋呢個別墅咧有前有後噶，前邊呢個就係前花園，然後我哋通過側邊嗰度咧一直可以通到去後花園嗰度嘅。嗱，呢度咧就別墅嘅1層，咁啊有少少兵荒馬亂嘅感覺，因為進行一個緊急嘅呢個收尾工作喺度。咁呢邊咧就前邊嗰個客廳，呢個係一個寬敞嘅飯廳啦。樓下呢邊咧有個公共衛生間，旁邊咧就有一個老人房，或者係叫長輩房。咁廚房呢度咧就非常之大啊，咁啊相當於人哋啲主人房仲要大啲。咁呢度咧就睇住別墅嘅後邊嘅，咁你平時喺度煮飯嘅時候咧，打開個窗啊咁樣，咁啊可以睇到後邊嘅風景。旁邊呢度咧就有個門，直接可以通向後花園呢度。2樓呢度咧就非常之闊落，有4個房，咁其中呢個咧係基本上係最大嗰個啦，採光係非常之好嘅。呢邊係樓梯上嚟，嗱呢度有個房，咁呢度咧係公共衛生間，嗱呢邊係一個套房啊，再加埋呢一間房咧，呢一層樓2樓嘅話咧，一共有4個房間。咁我哋睇到咧樓梯嗰度咧就全部都係鋪晒啲大理石嘅。3樓咧係主人房所在嘅位置，我哋外邊咧係陽台，上邊咧有陽光棚。咁呢層咧就有2間房，呢間就細少少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啦，非常之闊落，中央空調，兩面採光，有私家陽台喺度嘅。你睇下嗱，呢張床已經差唔多2米闊噶啦，成個空間嚟講咧係好闊落，非常之大嘅。咁喺呢個位置咧就係個衣帽間嘅位置，衣帽間咧就連埋衛生間。嗱，呢度咧我哋主人房出嚟個陽台後面嗰個光景喺度，咁透過我哋嘅鏡頭咧睇到咧都係好安靜一個院落嚟嘅，而且咧我哋目光所及咧，佢嗰個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。咁響呢度居住嘅話咧，嗰個人氣係非常之足嘅。對面咧搞得非常之靚。嗱，同大家做個總結啦，我哋呢間房樓高4層，有地下室㗎。一共咧有7間房咁多。如果你屋企嘅人數比較多嘅話，需要嘅居住嘅嗰個房間多嘅話咧，呢間房就非常之適合你。而且地下室嗰度咧就非常之安靜，佢能夠同外界咧就隔住嗰個聲音喺度，咁所以咧就非常之適合做一個娛樂室喺度。咁啊喺下邊唱卡拉 OK 啊、打麻雀啊，都唔會影響到呢個隔離鄰舍咁樣。咁成個區咧係非常之安靜嘅，而且咧入住率非常之高。咁啱先我哋亦都睇到啦，有好多工人即係喺度進行一個工程嘅收尾工作。咁啊證明呢間屋咧係新誇誇嘅，全新裝修喺度嘅。如果你屋企嘅居住要求係會比較多嘅，同埋咧你亦都唔想住人哋啲舊屋嘅話，咁呢間屋咧就非常之適合你啦。而且我哋小區門口嗰度咧，嗰個商業氛圍係非常之濃厚嘅。你生活所需嘅衣食住行咧，就基本上能夠喺小區門口能夠滿足到你。有興趣嘅，我哋現場嚟睇睇，帶你睇樓。